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新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6日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一个住伫台东姓林的查甫人，伊昨昏起石腿边捡海菜，却无细枝跌落海。海巡消防是赶紧去救，严格救起来了后，送病院不幸归案。花莲凤屏乡石腿边海边风险正大，海巡人员穿救生衫、游索啊。要甲渤海掉伫咧大石区的民众救上花。有一位民众于石梯坪油气区因捡拾海菜不慎落海，获报后即派遣勤务同仁及新社安检所备勤同仁前往现场实施救援，随即由本所同仁下水将溺者拉起，并实施 CPR 抢救。渤海是一位60岁姓林的查甫人，伊伫19早起甲亲情到石腿坪捡海菜，却无顺利渤海。海巡人员到现场了，要落去海甲人救起来，因为现场拢是石花，敢若行就无啥勇气。所以海巡人员甲凤屏消防队用长期布笼救生排帮，甲渤海这个查甫人搬上花了，送到路边。凤屏消防分队才甲伊送去花莲边凤屏分院抢救。该名患者行走路线为非一般观光客会行走路线，现场极易破损，不易行走。91人员接触患者时，海巡人员正在实行 CPR， 立即与现场交接后，持续按压 CPR 并后送至丰滨分院。一个姓林的查甫人送病抢救了，以为是救袂大。海巡署讲，最近东北季风正强，风险正大，这种时阵民众尽量莫去海边活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仔伫花莲是有某一间国校30多岁姓林的代理老师，伫去年时在做班导师的期间，对查某学生囡仔去便所共偷袭。学校接到家长的反映了后，赶紧调监视器，发现讲这个老师的行踪有影是怪怪，就报警察。检方即马调查有29个学生囡仔受害，昨昏已经甲这个老师，检方甲这个老师起诉要求法官就要判重刑。林姓被告是于2013年8月28日到9月12日这段期间，在花莲县某国小5年级担任导师。那他这段期间呢，频繁的持手机尾随学校的女学童进入男女共用的友善厕所内，透过厕所挡板下方的缝隙，由下而上拍摄女学童如厕的影像。检方是透过学校内底监视器去比对时间点，算算的这个姓林的老师对学生囡仔去便所应该有55届，加共有29个学生囡仔受害。方发现了后，伊阁赶紧甲偷翕的这影片隆重抬掉，因为这个老师除了伫花莲教册，嘛捌伫新北的国校做代理老师，嘛捌伫云林嘉义偏乡的私人教会内底做老师。检方无排除伊伫这所在拢有可能捌犯案。即马当地扩大追查。高档前中央大学一个马来西亚的查某学生，和一个姓杨的查甫嫌犯吵打了后，共吹死。专案1审、2审，嫌犯拢互判死刑。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是发挥精神，昨昏经1审的判决出来，也是一起死刑。这嘛是实现了后，限缩死刑了后头一站死刑的判决。一个姓郑的查某大学生，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中央大学。5年前去互一个查甫人纽约市用锁甲颔棍套掉了后，甲性侵，钱嘛甲摕走，甚至甲杀害，甲尸体弹掉，互以性侵杀人、爆杀尸体、性侵未遂这3个罪，分别互判死刑2年，还有2年10个月徒刑。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性侵杀人罪撤销发回庭审，其他2条罪定刑。纽约市入监服刑，再去经1审宣判，纽约市透过视讯听审，互判死刑，终身褫夺公权。等待落单的女学生经过，并且事先准备好麻绳供犯罪之用，因此法院认为她有直接犯罪，
直接的杀人故意，手段非常的残酷。是杀人要偿，这个死刑是我诉求的，所以我满意这个判决。3年前一审判纽约市死刑，家属认为有符合期待。经一审的判决出来，家属无阁回应。这个案除了案情受到社会关注，嘛是实现限缩死刑了后头一件死刑的判决。高雄高分院法官认为讲，这个案件有符合相关死刑的条件。也是有给我们准则的，所以法官在判决里面也谈到了，第一个他是直接的杀人故意，第二个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有符合的最严重的犯罪情节。真正这个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阵，性侵杀人罪方认为事情甲判死刑的理由矛盾，嘛无完整鉴定嫌犯，无矫正教化可能，所以驳回定审。高分院回应讲，经一审相关的事情已经有补件，相对经一审判决的结果，死者家属的委任律师认为讲，伊无法度代表这个女大学生因父母来发表看法。记者综合报道。也拿其他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昨昏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调研协商，计共有3296个案来讨论，也毋过并无任何协商任何一个案。也拿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因为发言的时间伤过长，互立法院长韩国瑜当几若届。郭建明佫讲，伊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是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两边随弯起来。也拿韩国瑜表示，协商无共识。今仔日会继续。你太糊涂了！我们还要听一个糊涂的人在讲糊涂话。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甲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王凤仪吵甲袂煞，立法院长韩国瑜规面无奈，立法院15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展开调研协商，有达到3296案，想袂到协商2点钟，连进度一个案拢无讲到。那日因为发言时间起争执，郭建明互韩国瑜几啊摆提起，各组织发言，也毋过郭建明唔插，也佫讲要大罢免国民党立委，引起王凤仪反击，双方就安尼发生冤家。让这国民党全部罢掉，这些卖国者全部罢掉。院长，对不起，请问一下，大罢免又跟预算什么？你们已经把大罢免放在预算里面，我们知道啊。你们有很多大罢免都放到预算里面，我不懂啊。请问柯总召，我们现在在谈预算呢，你讲那么久我都没有插嘴，你插什么嘴啊？另外，国民党团决定要保留占人国造预算2亿，冻结18亿。总调不分期坚持讲是国防部长郭立雄要求的，也毋过国防部严正驳斥。他只要用2亿，为什么要编个20亿？所以18亿的冻结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呢，铺天盖地的这些网军跟侧翼啊，一直在攻击我们。顾部长认可潜舰预算冻结18亿元的相关共识的一个内容，并非事实。国防部立场始终未曾改变，即为争取预算全数通过。另外，民众党团提案删除军事设备3%，互立下这期是中共在地协力者，不过将部分红抹红，讲马政府到蔡政府10年来拢是删3%至5%，反抢过去的立委，敢讲拢是强匪。来谈大办。来谈说要帮韩国瑜办告别演说，来进行人身攻击，来进行抹红，大概整个过程啊就是这样。所有看到整个协商过程，协商过了，各党上都没有共识，让我们去。好，小松出征。第二点，针对需要协商的案超过3000件，恐惊未赴讨论完。韩国瑜但做10月19加开调研协商，也毋过调研无取得共识。毋过将花城17拜五直接提起流标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那经发生案，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昨昏是甲各局处和专家学者找去开会，会后表示，中国开发即马愿意加20%，用这奖励先暂停，也那办理建造变更的时间大概需要3个月。前台北市长郭文天因为江华城案和关押禁见，外界关心江华城20%用这种例应该安怎来处理？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15早起召开专家学者会议。李树川讲，开会进前，中华公司已经正式来公文啦，表示愿意甲开设经济的20%用这种例暂缓办理变更设计。他们自己把变更建造把20%先行把它拿掉。他来做变更的时候，还必须经过这个结构外审，那还有一些都市的审查。那原则上我们会在3个月内把它完成。
李四川讲，若是了后，反而认为境外公司合法，境外公司永远有提行政救济权利，也强调台北市府绝对是向前看，为着免影响上山地区发展，希望增加争议的用这种例20%来解决，互工程继续向前行，卖互工程无得收拾，也是影响公安。民进党议员批评自愿放弃甲市府处分是两回事。小偷偷了东西，难道把东西还回去你就不处罚他吗？如果你不进一步的去修改这个细部计划的话，未来金华城就可以想方设法再把840%，再把20% 的龙奖拿回来。台北市政府李世川内行骗外行，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骗台北市民，是不是撤销当时变更的细部计划？台北市政府已经在做第一次的法律研议了。那我们希望他尽快的按照议会的决议去回归到当时的细部计划，也就是560的这个基准容积率。顶外开发是发声明讲，并无抛弃20%，奖励用值是行政班合法处置的20%，用这奖励部分的工程，会伫北市府专家会议结论了后，才决定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的宽一轮顺兴39涉嫌拖断咱的海底电缆线了后做移走，并对这款侵扰甲攻击，国防部和咱的海巡即马要共同建立科技专家的资料库。国军未来嘛会维设海底电缆重点的监视区，要用雷达也有电子设备加强监控。来看联合报。教育部公布114项年度高中免试入学、特色招生，也有五专完全免试入学者的招生的办法。受少子化影响，高中免试入学的名额，即马敢若剩188000多人，继续创下12年来的新低。对去年开始有升7办五专完全免试，反应是真好。今年的招生有继续增加名额。来看《中国时报》。台南的白河水库有一粒1万多平的私人洗粒岛，最近是当要卖1万平卖1200万，有引起讨论。因为这笔土地是林业用地，搁伫水源保护区内底，所以开发的限制是真严格。龙田水利署表示，当时起水库的时，敢若有承受水面下骹的区域，水面上会当看到的这洗粒岛，大部分拢是私人的。即马伫水库顶头会当看到的，真侪拢是私人地。镜头来宜兰的环保局和宜兰地检署进前有做伙抓到一件环保的犯罪集团，因是伫咱台湾各地去车一寡建筑的废弃物，刷落来呢是再去新北，也是宜兰的所在乌白坪，算的不法的所得赚超过3000多万。目前姓王甲姓洪的嫌犯已经互法院裁定收押，另外阁有10个人是以1万至1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就是讲，四月拢无人，即寡大卡车甲怪兽传好势了，就甲车顶的查废弃物，拢倒伫咧宜兰大溪乡的偏僻山区，规个过程拢互守伫咧边仔的搜证单位翕起来，伤害国土的非法行为，即马有明确的证据。去年11月接到报案了，宜兰环保局甲地检署等单位做专案小组，发现源头是新北市的环保犯罪集团，近100人，兵分多路，针对犯嫌处所进行搜索。将犯案嫌疑人共25人带回侦讯，其中王姓及洪姓等犯嫌因罪证确凿，裁定收押，另有10人以1万到10万元不等进行交保。检方讲，嫌犯由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租土地的人、做中人，或者由非法的清运业者，将废弃物看管区再去新北或者是宜兰各地等现场查考非法等废弃物的大大小小清运机构10台，估计不法获利3000多万，依法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宜兰对于外县市废弃物跨域弃置在宜兰县内的行为，已经加强稽查，绝对严格查缉，要让非法业者付出沉痛的代价。
伫新北市蘆洲邦桥、宜兰县的东山大溪顶所在，也发现真侪废土甲石头，检方无排除可能拢是同一个犯罪集团做的。虽然嫌犯即马被约谈到案，不过也无排除还会发动下一步的搜查，要甲即个破坏土地环保家族全部拢抓起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检警嘛有抓到查出咱全台湾头一件地政诈骗案，这是由第一线嘅地政事务所的专员大成发现的。讲有诈骗集团为着违书的签名，违法继承死者嘅房地产了后，翻头赶紧随甲卖掉。3年来，乌心钱是赚1亿4千万，而且这内底包括里长、律师、大师在内，拢总有牵涉。发动了2次的搜索，总共搜索了52个地方，传唤的人数68个人，声押了6个人。检察官亲身出面，讲出办案紧张的过程。全国头一件台版地面书的诈骗案，3年的时间共骗1亿4千万。即马专案终结起诉，台北市府联合办案相关的人员拍影片加强宣导。通报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协请各个地政事务所，然后通力清查，然后才发现说。有几个可疑的案件，他们的关系人都是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会诊之后才会向检警告发。这件地政诈骗案是因为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发现代志无啥对同，因为台北市地政事务所的专员接到民众投诉，因家的遗产去予外人继承，也若遗属典官的签名煞是伪造的。进一步追查，发现几啊件继承案，拢是伫财产所有人死亡了后，因为家己逝世拢无伫分尸边，长久以来无人继承，才会去互诈骗集团以代笔遗属的方式，向地政事务所办理违证登记。若诈骗集团只要厝摕到手，就会随甲卖掉，了后就真恶追查。我想说，我2年前搜索过他，我有扣过他的手机，刚好是整个案子的第一件，他办完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我去搜索他，把他手机扣起来，那个手机里面就有第一个案件里面完整的证据。诈骗集团就是透过每一年4月份，各地区公所公告在地也未办理继承不动产的名册，锁定双北较贵的厝，交给当地里长、律师、地政司等等，而且还有公务人员参与做共犯。即个一个手全部拢封藏起来。地政局嘛强调讲，未来会加强审核，毋是文件交逼就会当办理继承。另外，即马新型的诈骗罪手路嘛800款，提醒民众都要申请地籍移动即时的通知，随时保护家己的财产。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咱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东部温度有较低，而其他所在是早暗会感觉较寒。咱来看温度。今日咱是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天气会较寒。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有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透早伫西半部、东北部的低温是11度至13度，其他所在低温是14度至15度。台南以北、宜兰、金门、马祖上悬有可能是无到10度。也若日时头出来，北部、东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有15度至17度，中南部台东的高温是19度至22度。因为东北季风较透，中南部是伫风尾，所以今仔日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无啥好，较到过敏的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健康。昨昏旧历12月16是尾假，彰化的东门福德寺照例甲土地公祝寿，则是信徒穿满钱土豆糖去拜拜，感谢土地公伯啊，规年通天的保庇。也若庙方嘛有专工传授麻油鸡，互民众食平安。柜道顶满满的贡品有粿子、麻糍、土豆糖。旧历12月16是土地公尾假，透早土地公庙人口足足，当时要来拜拜，感谢伯公啊这一年来保庇。一般的时阵吼，拢会传麻糍，麻糍一点点迄个加钱入来，啊无就传一下坚果来杀哩。今天刚好就是店里要开幕，然后就来这边拜拜，然后要保佑，祈求土地公保佑平安这样，然后生意兴隆这样。
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民间信仰当中，土地公是守护地方的保护神，甲民众的生活有真密关系。信众伫逐个月旧历的初26拢会做假拜土地公。彰化市公所嘛照惯例伫大东门福德寺举办祝寿祭典。台湾人拢有感恩谢天、谢地、谢土所以每一年甲岁末的时，咱爱谢平安所有守护土地、守护大家平安，就是咱的福德正神。所以咱每一年拢足隆重的。伫大东门福德正神，才来叩谢拜公虽然每个即天拄着冷气团，天气冷叽叽，但是民众唔惊寒，穿青草来拜拜，答谢土地公的庇佑。庙方也特别煮麻油鸡甲寿桃分予民众，互大家做伙食平安。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镜头来高雄，高雄今年高顶的主角会当看到，就是即只即马长青的艋舺主角。有外进前国校以下的囡仔拢会当大声领着。因为网络顶悬着业者因为这艋舺伤青拍算要请临时工去学校门骹口用四手甲囡仔换这粒高顶。不过家长就烦恼讲，囡仔甲青妇人接触敢袂出问题？教育局即马已经要爱学校加强宣导，嘛会派人加强宣导。两批圆圆的耳仔，以练练的身躯坐伫车顶悬。这只毛油古水的红仔是长青的艋舺主角之一卡娃，也是今年高雄要发的元宵节歌顶。因为市府宣布，国小甲幼儿园的囡仔27天就会当伫学校领着歌顶。网络顶悬连伊就传出有人要找临时工，去学校的门口用四手甲囡仔换歌顶。家长知影这消息了后，拢真烦恼。因为如果是有心人士，他拿那个什么。可能有餐药的零食跟小朋友换怎么办？尤其是家人家，应该特别烦恼。危险。为什么？就是惊接落伊的下毒是之类的。虽然业者紧急将找临时工的问题掉，不过这件代志引起讨论。市府教育局讲，因已经有通报各间学校，伫咧发歌顶迄天会派人加强巡视，学校这边也会加强宣导，提醒囡仔唔通黑白接受青妇人的物件。去请各班导师，跟小朋友做一个教育的宣导、教育的说明，就是小朋友其实是不适宜去跟陌生人做一个东西的交换。到发放小提灯的时候，务必要求学童留意个人的物品保管，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金钱、玩具或食物作为交换。如发现可疑人士在附近徘徊，应立即的向老师、父母或其他的大人来反映。因为今年高雄的歌顶按算2月初8、初92天才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领。学生囡仔休歌进前就通先领，才会发生有人开钱请临时工来换歌顶的事件。开放民众领顶的时，可能会出现排队排甲长落落的情景。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上上新重要的消息，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伫这个礼拜日19的时就会开始起行，结束15个月冲突。美国和卡达伫头段嘛已经正式确认讲停火会分3阶段，也佫有人质来交换。不过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是对外表示，协议细节有几项也未讲好势，希望未来会当讲定。加沙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也有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的百姓，知影停火讲好势拢真欢喜。伫咧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集会，有真侪是连日的假笑。经过美國、卡達甲埃及做中人，美國、卡達開記者會，正式確定以色列、哈馬斯達成停火甲連接協議。It's a very good afternoon, because at long last, I can announce a ceasefire and a hostage deal has been reached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وسيتم تحديد الموعد تنفيذ الاتفاق بالساعة لاحقا. 協議分做3階段，第一階段6禮拜，以色列軍隊全面撤出加沙人口密集的所在，哈馬斯釋放因掠走的人質，包括美國公民。والأطفال وكبار السن والمرضى والجرحى المدنيين مقابل عدد من الأسرى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في السجون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مراكز الاعتقال. Phase 2, which is a permanent end of the war. Let me say it again, a permanent end of the war. Phase 3. Any final remains of hostages who have been killed
will be returned to their families, and a major reconstruction plan for Gaza will begin. 就连总统川普也伫咧社群媒体确定这项消息，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连接正紧就会被放大。This deal was developed and negotiated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but its terms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the most part, by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In these past few days, we've been speaking as one team. The timing of the ceasefire is no coincidence. The deal will go into implementation the day before President Trump's inauguration. But I do have to say also that Team Biden had an interest in concluding this deal before leaving office. 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击以色列南部，杀死1200人，掠走251位人质。在过去15个月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大规模轰炸报复，超过4600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 BBC 报道，目前哈马斯手内也有94个人质，其中34人被认为可能已经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镜头来南韩的公调处伫昨昏在第2届采取行动，已经成功抓到因的总统文世wat阮伫事先有录一段谈话，强调要甲抓的这个行动是完全无合法，不过为着要避免流血冲突，所以伊愿意配合。由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加上警方加国防部所组成的123戒严联合侦查组，当地时间15透早4点20分左右，来到阮石湾位于首尔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舍。第一次是逮捕令，并且经过3道封锁了后，早起10点33分，搁再一平逮捕行动。阮石湾也决定配合执行人员离开官舍，随后伫警卫车隔壁的10点53分左右，来到公调处大楼。伊伫被逮捕进前，事先有录谈话，指控逮捕行动无合法。南韩司法体系彻底歹去，伊是为着避免更加多流血冲突，才决定告全大局个案说明。 이렇게 불법적이고 무효인 이런 절차에 응하는 것은 이것을 인정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불미스러운 유혈 사태를 막기 위한 마음일 뿐입니다. 为了防止1月初3头一摆逮捕不讲理会情况搁再发生，南韩警方这摆派出3000名警力，使用人海战术，甲官舍内底守护温室外的警力甲压制掉咧。另外，警方强制距离集合伫总统官舍附近支持温室外的民众，双方也发生小规模冲突。温室外15正做南韩现情史上头一位遭到逮捕的在任总统，不过伫有6月谈话中，伊强调，伊对南韩的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 칠흑같이 어두운 시절이지만 이 나라의 미래는 희망적이라는 생각을 갖게 됐습니다. 阮是我毕业了后，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随着开记者会，大大批评在野党，讲过去这段时间甲国家物价当天覆地。 위한 체포인지, 체포를 위한 체포인지, 지난 2주간 온 나라를 이렇게 뒤집어 놓은 게 도대체 누구를 위한 것인지. 阮是我去年12月初3颁布紧急戒严令，伊搁伫大约6点钟了后解除，引发政治无稳定。检方随后以叛乱甲乱用权力的嫌疑对伊立案调查。国会是经过2摆表决通过温室外的弹劾案，伊随遭到停职。了温室外3摆拒绝出席公调处团员调查，最高向法院申请对伊的逮捕令甲收查令。伊有逮捕令后了只有48点钟，公调处随开始调查程序，并且准备200多页的问题。 不过，由指控范围真大，调查无法度确定是毋是法度伫15日完成。调查结束了后，温室外会被移送到首尔拘留所。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南韩的政府为着要打击非法武控，去年11月份开始就派警察封锁西北省一个所在废弃乌金矿的所在，佮切断藏伫下骹非法矿工因的假释，希望讲。 安尼会当互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结果呢，内底500多人因为惊出来会轰掠，就一直留伫内底。当地政府8日时已经展开救援行动，有成功救出246个人，也毋过嘛有找到78个遗体。救援人员甲藏伫咧地海矿工救出来，有的是3B8，其余救护车一个人倒插。 不过，更加悲惨的消息是，也有真侪非法的矿工，因为无食无啉，身体挡袂牢，已经死亡。伫外口等的家属拢真担心。My husband since after I get pregnant. It was 3 months pregnant, if I'm not mistaken, or 4 months.
Then since Azamile, even now he haven't come back. I get okay, my husband, mo bathong ba 26 ba hlokafetseng hore ke ene a hlokafetseng nna. I say ene wa phela gore I'm stressed, not depressed. 南非西北省一个废弃的金矿，去年开始有真侪对边仔国家来非法移民，甲当地工人组队偷偷落去采矿，当局采取强硬手法，自去年11月开始。 封锁运送补给物资的洞口，前后3个月，也搁拒绝提供救援，希望甲内面的人逼出来。一开始这个方法有效，差不多1500个矿工走出来比领，不过剩的500人就是卖出来，秘伫咧内面一个月计。因为舆论的压力，当局伫这礼拜日才开始救人。A total of 324 extraction have been done, and out of the 324, 78. Human remains or corpses, and then 246 are people who are still alive. We've never blocked any shafts. We've never blocked anyone from coming out. We simply said we cannot entertain illegal mining. 南非每年因为非法采矿损失超过10亿美金的矿产，政府为了要对抗盗采，用太过价高的方式，才造成悲剧。这嘛死亡人数愈来愈多，真侪民间团体批评，就是因为南非的矿业愈来愈稀微，真侪劳工无头路，才有真侪人想要冒险落去废弃的矿坑内面挖金嘛。南非人权委员会也正伫咧调查警方的做法是毋是适合。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 继续来关心美国南加州的野火已经烧1礼拜，真侪所在火是还未拍花，而且更较害的是，阁有新的所在导火，一天就烧掉24公顷。这场大火已经造成25个人死亡，也阁有12000多栋的建筑物互烧了了。不过呢，也是有一寡建筑物无代志，亲像伫加州就2栋博物馆无受损断。 画面内底是马里堡海沙堡的盖体别庄博物馆，测试暗时啊，去太平洋佩里塞州大火包围的景象。虽然博物馆下骹4棵围仔的树啊，甲建筑物拢已经烧了了，不过这间别庄敢若小可改掉尔，主要的建筑物也是好好，内底珍贵的艺术品是完全无起价，拢好势溜溜。We are surrounded by vast expanses of white travertine marble. This was chos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e not simply be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talian, but also because it is highly fire resistant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 规个伫布伦町5德街区的12栋建筑物，景观设计风格是真简单。遮种的树啊、甲草啊，是便若拄着火烧，就会随烧了了。也若另外一种是像橡树木这种的，树身内底有大量的水分，互火袂继续炭。 另外，园区也阁有泉水的系统，内底有上百万加仑的水。便若当局发布红旗警告，解体中心泉水的系统就会随开开，甲涂骹全互dam湿，火就无法度炭过来。也若厝顶是会当防止火烧的石板，壁是强化红毛土，甲防火建材，也阁有自动的防火门。便若着火，就会甲火限制伫咧一定的空间内底。所有的门旁拢会搭柑仔色的封条，也若内部的空调系统嘛会增加压力，阁会按轰炸等等的措施。 这系统性的物件，外口的火粉、甲火场的火灰、微粒仔都袂走入来，也若室内嘛会当空气再循环。另外，伫火场顶悬一只拍火的火轮机，会野粉红色的粉落来，这嘛互外界真好奇。加州消防局解释讲，这是火烧山专用的助燃剂，内底成分有水、磷酸铵、甲铁氧化物，伊的作用包括增加地表的湿度，甲氧气甲较会导火的气体继续开。 也若铁氧化物是会当互助燃剂变做是真明显的红色或者是粉红色，消防人员一个看就会当知影这个所在已经有野过啊。一般对人体是无败害，不过英国也有研究，伫助燃剂野过的所在，遐水源验出重金属、镉、甲镉，可能会对水底动植物造成伤害。也若剩的有铁的成分的物件，若无清理互清气，嘛会造成汽车或者是其他的物件生产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昨昏轰掠去了后，接受审问超过10点钟，也毋过伊拢无因刑事欠灭权，而且伊拒绝伫侦讯的过程互录影。昨暗伊已经移送看守所。公调处是表示，本地是早起要继续问话，也毋过尹锡悦是以伊健康无好做理由拒绝，所以即马改做下晡才问。
来看法国和印度即马要伫海军和外交的方面来合作，两国按算2月要签署历史性的军售案。专家是表示，海军是印度战略的前线，加强海军是要应付中国直直的扩权。也让法国协助印度，目的嘛是为着要对抗中国的野心。来看拜登政府新增加16间中国企业，甲因列入去出口限制名单内底包括涉嫌提供咱台积电的晶片予华为的算力科技公司。美国是搁加强对先进半导体的限制措施，要阻挡这个技术去予中国提去。因那咱的中央大学太空系自主开发的深太空辐射探测仪，伫台湾时间昨下晡2点11分，是坐日本太空创新公司 iSpace 的登月小艇对美国的福州透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过程真顺利。这嘛是咱台湾头一个上月球的科学仪器，这嘛为咱台湾的科学创下新的历史。中央大学太空系主任张启伟带领研究团队同齐守伫大荧幕头前看直播。台湾时间15下昼2点11分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伫佛罗里达州准备发射，顶面有日本太空新创公司 iSpace 的登月小艇，小艇顶面有台湾第一个家己制作登月科学收载。伫大岛算结束了后，正式升空。这摆升空唔那飞离地球表面，也要离开低地球轨道，直冲2000公里外的深太空，伫咧飞向深太空的科学收载。成功写入台湾史上头一摆，都是这个只有400公克、低米包大小的辐射探测仪，将会当测到会造成地质关键异常、威胁太空人健康的游离辐射环境。我们必须要有办法事先知道说，我们在不同的轨道区段，在不同的区块会吸收多少辐射，然后加以防备。深入外太空探测仪体积需要尽量缩小，搁爱耐辐射控制分，保持续航力。飞机提定了后，敢会当成功运作。为此，张启伟坦白讲，确实会焦虑，也不过会当做的，都是伫地面一直发现问题甲修正，也对人坑力乖乖甲靠得住来加持集气。能够在地面上还能够维修的时候抓到，其实是最需要的。我们的筹载已经一共过了5个不同的版本，才到达目前要飞的这个版本。飞机顺利升空，张启伟精神犹原强调的，一直到第10飞机顺利分离，伊才淡薄放铃、拍扑啊，表达欢喜。伫升空1点钟32分了后，太空艇顺利脱离火箭，继续飞向月球。张启伟表示，探测仪敢会当伫36点钟了后顺利验证启用运作，会为台湾的探月计划行出一大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阿西工商的赔偿案官司拍甲打超过20年啊！昨昏高等法院针对阿西头一名员工也未互判赔的220个人做出经济性的判决，判阿西等4间公司要赔予因1亿7千万。阿西员工的律师团对判赔的见解，法官见解表示肯定，也毋过对判赔的金额感觉伤低，当地研究敢要上诉。阿西的工人！阿西的工人！这个 RCA 工人踮高等法院门口，就算头毛已经白啊，也是发声永远袂放弃。RCA 一军求偿案拜3高等法院针对还未判决、无外显一病等等的222个 RCA 前员工做出经济性判决。RCA 等等4间公司要赔偿予因1.7亿，也会当上诉。我们的大多数的会员，从之前的40、50岁、50、60岁，一直到现在都70、80岁了。从我们的步伐可以稳健的到现在，已经是步履蹒跚。从我们的黑发到现在的白发。RCA 员工律师团讲，肯定高院判赔的见解，但是认为金额比原本1审、2审更较低，会建议敢要上诉。律师团向记者表示，这摆判赔1.7亿，平均每个人通得到76万。参过去1审4组，每个人平均受赔偿80多万，加较低。这个金额看起来是比原来的1审或2审，原来的2审可能还低。这么严重的污染都没有告诉劳工这个是什么的有机溶剂，也没有讲这里是有毒，然后一切的防护措施都没有做，然后又事后偷产，又事后的掩埋，
然后不提出这些相关资料，这帮恶质的公司，而且它又很赚钱的公司，我们赔偿金额这么低，合理吗？RCA 公司55年前来台湾设厂，煞互员工接触有毒的地下水，侪员工着感，甚至是死亡。RCA 工商求偿案官司到打已经拍20几年，其中 RCA 一军最高法院2018年判其中262个人，通得到赔偿超过7亿，24个人得到赔偿5000几万，剩下222个人即摆判赔1.7亿。律师团队咧建议敢要上诉。另外，还有 RCA 二军的案件等咧高等法院经一审。记者吴林旭凯台北报道。伫要过年啊，劳动部是全台湾走透透去真侪所在进行劳动检查，伫北部、中部啊，佮有南部真侪所在劳动检查，拢有明显发现欠点，也若这欠点，拢会依照违反职安法开罚单。劳检人员来到中港分务场 AI 园区厂房，新起的工程劳检无做好挡土的防护，荷兰无采好的所在被要求停工。根据工程基地有12项的缺失，7个所在必须按来停工。会把所有的缺失配合停工状况做一个缺失改善的恢复。农历过年即要到啊，烦恼赶时的引发中断意外，劳动部伫15启动全台春安的劳检，中部是选伫台中火力发电厂。不要让它能够来掉落的哈，这个必须要有一些防护的设施，比如说安全围篱啊。正伫兴建的第9号10号发电机所，防空气污染的设施、防查出欠缺防对流设施，施工计无堵塞，这22项缺失，罚106万。也南部是劳检发生过重大公安事故的民用公司。试一下它的功能性是不是正常？规个厂区有8项机械作业设备的缺失，罚30万块。结果呢，没有发现重大的缺失，但是比较多小缺失，大部分都是机械类哈，譬如说你没有这个护照，或者说是电线哈没有包覆好。劳动部讲，因建议运输程度、舞台搭建拢是稽查重点，嘛已经由修法来改善港地点来看，一站发包出去，事故时说无人负责的状况。怎么对于这些承揽必须做出整合性的管理，而不是大家很多的平行分包，好像就没有人管了。劳动部讲会经由修法，互劳工更高保障。违反职安法的头家也应该公开，互全民来监督。未来职安法修法相关草案也纳入起付防治的条文，希望互劳工得到真正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经过一份调查，即马有愈来愈侪少年家愿意去做山工，嘛无爱食鸡啊，亲像指控指数就有真侪少年人去做山工，因为若是一个月。共款做176点钟来算，因是认为讲做山工会当赚3万3，这是比基本工资搁加5000块。没看他的审核制会变蛮严格的。平常时啊会保伫厝里接到行销顾问的案件，看完时间一个到3晚咧，就开始做另外一份水电做山工的工课。工课利用环境变动大，根据山工平台发布的报告，少年人渐渐为在家的工课走向做山工。这个王先生就决定拢做山工。如果你把工时都投进去，然后可以有更自由的弹性，然后又不用扛正职的责任，那薪水确实会比较多。可能房租算一算，基本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须大概是2万块左右。以这个钱来说，那我去打工一定是 cover 的过去。一般来说，王先生平常时啊水电相关的工课，一工至少有1000多块，每礼拜只要做3工至5工，就有够生活的开销。另外，根据山工平台的资料。今年元旦开始，上加基本工资月级是28590块，算点钟的是190块。那以上班族一般一个月工时176点钟，换做是算点钟的，一个月会当领33440块，比基本月级加17%，也就是4850块。不过排班也无通排到遐济，都要做2份山工。工族会来的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那个需求，应该是正职的吧，因为正职比较固定，打工你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山工平台分析，即马市场走向两极化，少子化造成部分的市场真欠工，不过大量的人才要是无法度满足传统在家工课的形态，但都是走向做山工的市场。这个网站过去2024年做山工的用户，都比前一年增加66%，网站的流量是成长54%，显示做山工的需求有增加。这时候，如果产业要发展，你必须迁就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偏好的改变，从朝9晚5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工作场域工作，可能就没办法，你就必须要学服务业的方式，让你的整个工段整个工段变成切割成好几个学
传统工课场的生态都在改变，亲像粉红、年尾奖金等等，在业员工的福利是愈来愈无吸引力。公司若想要甲人才留调咧，都要开出更较好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加使用大众运输，新北市的捷运公司针对淡海轻铁、安溪轻铁这两条，有推出劳资股的回馈金。不过呢，真侪民众拢唔知影有这项福利，亲像去年累积的回馈金，也阁有400多万无人领。为着环保，一地方政府拢在鼓励民众加使用大众运输，像讲来到新北捷运坐轻铁哦，只要累积满200块，就有50块的回馈金。卡片扛起的照机台指示操作，就通看到家己会当领到偌济回馈金。新北市这个政策实行到已经要5年，这民众也是无解了解。新北捷运公司表示，113年度淡海轻铁甲安溪轻铁的回馈金有8529人次也未来换，累计的金额差不多400多万只多。我觉得可以再就是多宣导一点，但我知道本来好像就是有回馈啦，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回馈金额是比例这么高的。未兑换的回馈金将于114年2月1号归零，请尚未兑换的民众尽速到淡海及安坑各车站售票加值机，依据机台上张贴的操作说明进行兑换。另外 ，T-Pass 2.0 月票全国有20个县市响应。交通部表示，含旧版变起来 ，T-Pass 2.0通适用的范围愈宽。今年全国的公车拢适用，嘛增加劳资股回馈金的机制。一寡可能无逐工使用大众运输，但是一个月累积起来，会到一定程度的民众拢通享用到。主要是公车的部分哦，就是市区公车、一般的公路客运、国道客运，有总共加起来11次以上。我们就给他优惠15%，那如果超过31次以上的话，就会有30%的折扣。另外，像代替台北捷运和新北捷运自本就有劳资股回馈金，若是一个月坐超过11届 ，T-Pass 2.0个会增加2%的回馈金。交通部表示，目前伫公路局网站已经开放劳资股优惠记名登录，希望鼓励民众加坐大众运输，减少碳排放。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新北报道。也伫新竹市的研发人才服务据点，有邀请专业做目的老师来教中高龄的学员，教因一寡基本做目工的技巧，互因发挥创意，家己动手做。除了呢，会当实现食甲老、学甲老，在过程中的成就感是开钱嘛买无的。教大家安怎利用机具发挥创意做木工，佮销界各种无共款特性的插科，互大家知。对学校退休的张老师，退休了后改做学生，伊讲来这上课，互家己较袂无聊。退休了后，伫厝呢，嘛感觉无聊，希望讲趁一个会当活动的时阵，会当加出来接触人，学一寡新的技能，互家己莫参社会，脱节伤济。另外一个是对美国退休，则搬转来台湾，今年62岁杨女士，伊讲真欢喜来参加活动，嘛建议中国人应该爱较常出门学物件，交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走出来，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美，而且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人互动，然后可以互相协助。然后真的是很棒。这是新竹市劳工处配合中国人服务据点所举办的体验活动，让中国人退休的人去接触英国较无接触过的物件。可能隔一个月就无爱出去和人讲话，还是想讲班单。不过有这个活动呢，会使出来交新的朋友，做新的代志，了会当行行的，了物件做好，当会当和厝邻的人分享。嘛会使含厝边头尾讲我迄天去倒，大家敢要做伙来安尼。透过课程配合多元无共款的主题，学习新的事物，真正食到老学到老，那丰富退休的生活，甚至会当发挥专长，创造出新的价值，丰富退休的生活，也得到成就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早起看世界来关心，澳洲已经规定16岁以下学生囡仔袂使使用社群软体、社群媒体。因为即马印尼嘛拍算要对咧做，当地研究相关的政策。
另外，伫美国的用户可能伫1月19了后就袂使阁用 TikTok 啊。即摆真侪人是转去中国的小红书。澳洲国会去年11月底通过法案，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希望避免学童伫微网络降低危害儿童身心健康风险。晚近的印尼目前传出有意地理做，搁先伫官方 YouTube 频道释出同性部长甲总统讨论相关议题影片。Sebetulnya ini masih nanti ya kita inginnya kita pelajari dulu betul-betul, tapi pada prinsipnya gini, sambil menjembatani aturan yang lebih ajak, pemerintah akan mengeluarkan aturan pemerintah terlebih dahulu, gitu. Sambil kemudian kajian yang terkait dengan perlindungan anak lebih kuatnya lagi. 哈菲德无透露，细汉的年纪定伫几岁，不过根据调查，印尼2.8亿人口中，网络普及率约8成，年纪伫12至27岁人群中，网络普及率更加达到87%，有约半数的12岁以下儿童会当上网，所以有关当局认为加强管制是袂当等的。不过，伫美国就算TikTok 19封禁用的期限未到，用户也是会当家己找出路。最近2天之内，都有70多万人约伫中国的小红册。一礼拜，小红册伫美国的下载量年增超过2倍，比前一礼拜成长194%。一个叫做 TikTok 难民抬杠式，拜一就用伫5万多名美国甲中国用户开讲。As I sit here and record this video with everyone staring at me, it's okay because I'm one of the TikTok refugees and I'm used to this.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us to this app. 小红册就像 TikTok 甲 Instagram 的综合体，真受中国少年人的欢迎。每个月大约有3亿用户，真侪新加入的美国使用者，主要是借机会对政府的管制表达不满。We as an American public feel so very silenced and ignored that this right here is our opportunity to really just shove a middle finger up in the air and go, no, we don't like this. You didn't listen to us. TikTok 服务公司立即跳动另外一个应用程式小红册 Lemon8， 也有用户增加的现象。虽然这个中国社群平台拢对美国用户天开社区表示欢迎，不过因对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有审查机制。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香港是地表上大规模的沙丁洞，中国的春节运输已经起过。送行李也是赶大包小包行李的民众，陆陆续续来到北京车站，也变2礼拜就要过年啊！因讲是地球上上大人口移动的中国春运，就是正式来开始。对北到南各大城市的车站，拢会使看到欢庆的回乡过年的民众。当局估计春运头一天，包含铁公路甲航空运输，人员流动量会达到1亿7千万人次。其中对内蒙的海拉尼来回广州北分的列车，橫跨南北11个省区，全程超过4400公里，爱坐63点钟15分这么久。这是中国这阵运行时间上长的春运临时列车。还挺好的，回到家乡看家乡也张灯结彩的。北京现在也开始了，挺漂亮的。虽然经济放慢了，但是我想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咱老百姓过好咱日子。再就是现在咱国内这么平安是最幸福的，老百姓最幸福就是这个事儿了。希望经济好起来的话，我就更好找工作，我就不用后面再研究读博什么的了。然后经济好起来的话，我爸他们奖金也不会减半了。中国今年春运期间拄好经济放慢，才拄行出3年疫情封控的低点，伊阁受到房地产危机的冲击。虽然去年出口贸易顺差年增长是21%，是经济成长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会面临新关税威胁，中美贸易前景充满无确定性。原来最近几个月来，有关当局推出一系列包含降息再刺激的计划，不过到这阵为止成果也真有限，民众收入也得咧大大来减少。尽管经济前景无好，这个年也是爱过。有关单位预计，过年前乘客上最是伫1月25，过年了后，会场的高峰预计是2月初4、3月初7。春运40天期间，全中国总人员流动量达到90亿人次，有希望搁再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真侪海沙堡对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一粒唔知是啥物件，因若说的即摆已经有9大海沙堡先关起来，要针对这物件进行化验。
澳洲即马是热天度假高峰期，当年拢吸引真侪游客来享受辽阔海岸线、温暖的海水甲水上活动，抑搁则是说来包括有名的万里海堡、伫外爱海堡在内的9个海堡，风下令关起来，禁止游客落水游泳，因为伫海堡发现真侪白色是腐蚀甲玻璃珠啊差不多大小是更加大的不明球状物体，风冲上花。当地政府表示，因已经收到环保单位的通知，协助采集样本化验，而且北部海堡议会也当咧安排清除这个物体，佮扩大检查其他海堡，敢是也有一寡互沙看到的不明球状物体。We're waiting for the EPA to tell us what's actually in the balls and whether they're safe or not. So yes, at the moment we're trying to keep everybody as safe as possible, keep them off the beach,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day today, so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why most people want to still come down to the beach. 去年10月，也有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球状物体出现伫雪梨的旅游胜地邦达海堡甲库吉海堡。虽然这个不明球体具体来源无法度确定，也毋过检验了后发现是脂肪酸、类似化妆品甲清洁用品的化学物质，甲人类的头毛、喷顶、废水混合物，推测真可能是甲下水道有关系。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有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0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有2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9度。外岛8度至1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做这实在讲也真辛苦。